10多年前的金融犯罪红火案，这官司拍到呾，今仔日法院伫第3届的审判是来判前中信金控的副董事长高仲亮等3个人拢是无罪的，毋过专案犹阁会当上诉。 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长高仲亮涉及几件金融弊案，其中红火案一审封判9年徒刑，二审改判9年8个月。高院经二审大秉转判无罪，案件拍官司10多年，三早经3审宣判高仲亮搁续判无罪。辜仲亮、张明田、林祥熙，无论是否有违背职务 处理系中结构在，都没有办法认定会因此发生损害的结果。当初这个案件，高仲亮被指控，甲真侪名中信金主管为差期调黄金大量买入结果债，也阁无经过董事会同意，阁私自卖予红火公司，借此获利。 经3审合议庭认为，包括高仲亮2名前中信金高层杨明田甲林尚熙，行为无构成犯罪，撤销原判决，判无罪，财产无没收。公司同意发言，会跟当事人说。到庭听判的高仲亮律师团知影无罪判决，丁上是真欢喜，表示后手会以书面进行回应，只是专案还未定案。那高仲亮涉及的官司，也有中信国宝弊案。 今年4月2审续判无罪了后，检方已经提起上诉，一连串案件的法律攻防犹还未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